议会第六处定基会开议头一天，市府提请大会审议的店付款15案当中，其中9个案拢是教育局体育处所提，包括新营体育园区、市立篮球场、永康中校网球场等场馆的整修，算的总金额1亿2000万。虽然市区争取经费来建设是好事。不过嘛，呼议员相当烦恼，教育局不是办教育，那边咧办建设，烦恼现在体育处的能力如何管理品质，甚至再次引发体育处升格体育局的心声。大家都很需求，也希望他能够关心，这是一个好事。但是我另外一个方面担忧的是，你面对那么多的一个新建案，都是教育那个体育处要处理，他们的人事分配，你有办法去因应吗？有办法去顾虑到他未来新建的一个品质的管理吗？你提出第2法公园做的，交但唔足第，讲着我就能做，我看起来哦，品质差挺较济啊，要注意啊，真正做成，但是讲啊，才300几万哦，啊做安尼，啊200几万做做个。啊，尤其这工程遮尔大啦，伫咱体育处内底，咱的人力也不够，也不是做工程的专业人员啦，哦，所以讲遮尔济经费，对这预算我拢无问题，但是后壁咱要甲工作做完成好势，这是重点。市长委托面对议员的顾虑，除了一句话交予专业来做，即体育处升格体育局才强调，未来市府会朝向充实人力方向，体育局嘛是选择之一。未来咱会朝充实人力的方向走，体育局也是选项之一。这摆体育场馆的整修，对市区到溪南、溪北等9个区拢有，嘛算是将预算做到区域平衡。咱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